来几千岁，几班啊？几千岁9班。呢邊啊？中年華麗第6屆金龍大地係節目主持先生。咱今日咱們來歡迎咱第6屆咱的主持人，將鼓勵的咱的中央隊引爆考試會，咱的節目中隊13節氣，咱的節目中隊，每年不節氣節頭中隊的。